嶄新開戶及客戶管理系統。第2步，客戶經理邀約，客戶在線填寫表單，客戶經理用帳號密碼登錄系統，選擇合適嘅邀約模板，向客戶發送邀請，支持郵件或 SMS 方式。邀請成功後，客戶按提示在線填寫開戶申請表，提交後，客戶經理會收到郵件提醒處理申請。終審通過後，客戶經理亦會收到郵件提醒跟進。客戶接收到郵件或 SMS 後，通過 APP 或 H5 方式登錄系統。登錄後需要完成個人實名認證。完成實名認證後，根據邀約嘅表單內容進行填寫。在線填寫表單操作簡單方便，喐喐手指就可以輕鬆完成開戶申請，大大提高開戶申請效率。對於中國內地人士，為適應內地合規監管要求，系統會根據申請設備的 IP 位置限制訪問。事必簽，讓開戶申請更簡單。